你唔會因為喺 YouTube 上睇咗一堆影片，就會變成專業交易者。一開始試不同策略是可以的，去試一下哪一種風格適合你自己。但長久之後，你就要專注在一個風格，哪一種都沒所謂。重點是簡單和適合你自己個性，也符合你的生活節奏。我不認為只睇一堆影片就能成為交易者。你需要手動去打造屬於你的優勢，不論是技術面、心理面系統、數據和回測會告訴你事實。當你經歷過100次、1000次交易，你就知道什麼能賺錢，什麼才適合你。你沒有真正執行試過，什麼也只會是狗屎垃圾。大家好，我係期貨黑鬼。